你看这边吧嘞，那么一起没千万，这是比喻没被压死，千万这边啊，这是比喻没被压死。最近是啦，你呐，แต่看到你讲最近是啦个阿苦的咯，最近这边阿苦的咯，你嘛叫做你呐，所以嘞最近了表喏，阿苦的咯，最近。你呢？对，是咯，耶，银行在哪儿？被你呀买嘞。那如果爱追这边收，追说吧嘞，收，近是那个你的，你怎么办被哪买嘞？所以嘞，最近的银行在哪儿？录表没嘞？最近的银行在哪儿？往右转，往是说百度西度。往说吧嘞，百度西度，啊，这个里头慢慢喏，这龙井慢慢，往也这边吧嘞，百度西度，右是说廿八，右是说廿八，转是说贵的，转贵的，往右转是说廿八股贵，那这个就多少吧呗？再是说超市 supermarket。超市啊，吧嘞 ，supermarket 旁边 ，baby supermarket 也 baby 嘛，所以坐在超市旁边。我怎么想请你换来的一点人民币的优惠，人民币的优惠，怎么？这因为呢，来着呢，所以我想换一点人民币，请这是比喻填配的填说吧嘞，配的一下的出了这地站月表法地方的月过，这是比喻配来吧。请填一下这张表。今天的呢的也汇率是撇的多少不老嘞？的呢也汇率弄啊不老嘞？今天的汇率是多少？1美元，意思说的美元多啦，这多啦所以1美元。换是咯，来的7块是咯，可能借人民币的用为，这罗拉个的用为可能借呢来呀的这。